喜欢巴塞罗那，我爱我的街区。但是当垃圾不在垃圾桶里面的时候就很可惜，它闻起来很糟糕，它污染了我们的大街。当我们的亲戚朋友来访时，桶外的垃圾让我们感到非常羞耻，它们还会吸引老鼠、蟑螂、海鸥，这对我们的健康以及在街上玩耍的孩子来说是危险的。刚刚的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，我先来告诉你怎么做。这有一个解决的方案，用袋子把垃圾扔到合适的垃圾桶里就好了。在中式的垃圾桶中，我们掏出有机废物，这些废物是食物的残余，可以分解并返回地面制造肥料，但是不应该把粪便扔在这个桶里。在灰色桶中，其余的在一个塑料袋里扔了房子的扫把、烟头、尿布、压缩物、棉花、破碎的盘子和脏纸盒。这里有彩色的桶，在绿色的桶中扔没有盖子或帽子的玻璃瓶和壶，在黄色的塑料容器、罐、挖胶盘和罐子的盖子，在蓝色的干净的报纸、纸张和纸箱。这很容易，如果我们把垃圾并分开，我们可以更好地帮助清洁工人，并减少浪费到焚烧炉和燃烧更少的废物，减少污染。请记住，您如何处理这些废物对社区的环境非常重要。我们大家一起努力，可以创造一个美好的社区和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